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翻到嚟小弟嘅 YouTube channel 哥頓吹水湯。呢條片呢就講下曼聯啱啱踢完嘅呢場第一輪嘅26-27球季嘅第一輪嘅聯賽啦嚇。我俾我自己嘅感覺就係有少少好順理成章咁輸咗波嘅，係輸咗個2-0。點解叫順理成章？因為上一場最後一場。即係上個禮拜應該係最後一場熱身賽對 AC 米蘭咧，其實都已經算叫做有跡可尋嘅啦。我睇完成場波之後，我講我自己觀點就係、卡域克呢個教練就好似唔多識應付啲三中堅嘅球隊。嗱，我先唔講正選呢班嗰啲狀態差嘅人先啦嚇。我淨講教練組對於三中堅對手嘅應對方面，上季下半季即係卡域克呢個教練組帶得好叫做sharp 醒又好，經驗又好，淨係下半季成日輸得過2場，其中一場冇記錯對主場輸俾列斯聯嗰場，列斯聯好似就係踢三中堅嘅。到咗上一場對住即係熱身賽啦，我就算當你係熱身賽啦嚇，對住 AC 米蘭阿摩廉帶嘅 AC 米蘭擺喺度命踢三中堅㗎啦，結果都係輸嘅，輸咗個2-4。咁你可以話即係到咗今場又係對家又係踢三中堅嘅。即係縮翻落嚟防守時期，唔止三中堅，佢基本上係6-5-4-1定6-3-1好點，總之係三中堅企穩喺後邊嘅，總之都係咁嘅，差唔多嘅。今場又係輸，咁即係從上季下半季到而家，呢個教練組應對啲三中堅嘅球隊嘅時候，係可以講係毫無辦法，即係無論針對性又好，定話點都好，好似都冇乜辦法咁樣。當然啦，嗱，先講上半場呢，我覺得曼聯嘅踢法呢就都算叫做沿襲咗熱身賽要練嘅嘢嘅。熱身賽嘅時候，佢哋好強調係中路入滲咁樣嚟叫做強打噶嘛。我唔知係咪因為成個熱身階段啊，石斯高都傷咗。所以就即係故意練呢個定話點啦嚇。總之就今場都係佢上半場進攻嘅時候係有少少叫做夾硬，即係唔知夾硬又好定話因為冇咗石斯高嘅高點，佢哋只有咁嘅辦法都好，就係強打中路，即係無論係小喺中間個 K 角位啊，定話喺葫蘆頂啊嗰啲小組嘅想撞，即係所謂嘅彈波咁樣撞入去嗰啲啊，佢哋係好刻意咁做嘅。但係咧，成個上半場佢哋咁嘅踢法咧，係一啲威脅都冇嘅，一啲有具威脅嘅，無論係埋門又好、射門又好，一啲都冇嘅。上半場唯一有啲威脅嘅，全部都係嗰啲即係第一時間叫做快速傳中。有機會即係成個浪咁樣，即係進攻推進嘅時候，成個浪冚埋嚟，咁就邊路就傳中，無論左邊定右邊好傳過嚟嘅時候，咁先叫有啲威脅嘅。一次就係即係叫做進攻冚埋嚟嘅時候，左邊盧基蘇爾斬埋嚟，然之後嗰個後程嘅中衞咁就漏頂，然之後滴咗地，然之後滴過埋個即係包喺後邊嗰個左翼衞，然之後先滴到落去麥保姆，然之後麥保姆直接右腳射中籠一下，第二下就右邊 OK 搞咗一大輪，右邊好似係馬沙拉維直接傳中，然之後就多股衝門咁樣叫衝有2下喎，第一下咧就衝門衝唔到就滴咗出界，第二下就衝到頂到。但係咧就頂歪咗，有威脅嘅基本上都係即係去到邊路快速傳中，有人包抄咁嘅情況之下，但係成個上半場佢
即係到或者喺熱身賽度練落嚟嘅，喺中路強硬打入去嘅，係完全冇效，完全冇用嘅，進攻一啲用都冇。結果去到下半場，咪都係要換翻阿佘詩高出嚟，然之後當然啦，落後咗咁咪要換佘詩高啊，同埋拱啊麥佳亞上去，咁就即係叫做傳中啦。但係佢哋嘅傳中質量就因為即係嗰啲人嘅狀態差，傳中嘅質素落點又差，結果就個個都揾唔到情況之下，咁成場波就叫做火粒無收零，輸個2-0。人哋好啦，呢個進攻問題好大，防守亦都係防守。呢場波上半場即係唔講下半場後程基本上冇進攻啊嚇。上半場後程嘅進攻基本上就係一攞到波喺中場或者搶到又好，攞到又好，即係叫做乜都好啦，佢就會快速分邊，然之後就個邊路就兩個翼位就快速傳中，無論有冇即係個中鋒就永遠都喺前邊咁樣快速傳中，即係斜傳入去，即係叫做小，即係唔係好大腳咁嘅小弧線咁傳入去，點都傳入去。即係咁嘅情況之下，你啲後衞未企穩噶嘛，未企穩咁咪有可能製造混亂咯。即係快速分邊，然之後快速傳中嘅話，咁你啲後衞未企穩嘅話，咁咪製造混亂咯。但曼聯就曼聯就應對呢啲就應對好差，因為即係兩個中堅咧頂得嘅得個麥佳亞，而希芬咧係唔太頂得嘅，即係佢算矮啦嚇，即係唔係指頂唔頂得呢個問題，而係佢哋個位啊，即係人哋咁好快咁轉移去到邊路，然之後好快咁傳中個口，佢哋對於個位嘅應對啊，人哋傳中入嚟個位嘅應對啊，或者個落點嘅判斷啊，呢啲全部都有問題嘅，即係無論係老嘅麥佳亞又好，定話後生嘅希芬都好，都係有問題嘅。咁就導致即係輸嗰兩球波，基本上都係有啲咁嘅情況。雖然第一球係角球，但係好明顯對於個落點嘅判斷係好有問題嘅。即係而呢兩球失波咧，就令人好懷念啊卡斯美路。卡斯美路唔淨止係進攻球頭槌得，防守嗰啲判點啊咁你都即係簡單講，呢個正選11人唯一頂得嘅得個麥佳亞，但係但麥佳亞咧有時候佢嘅判點咧又差嘅喎，唔知係佢狀態未起啊，定話點樣？即係季前賽到而家其實佢狀態都麻麻嘅，唔知係佢係咪因為咁嘅原因？今場波個判點又好差嘅，個角球又係即係個角球冇人點叫做冇人頂到，漏到後邊俾人射，然之後叫做拉文斯救咗一下，然之後俾人中間補空籠，咁冇計啊！第二球又係輸個罰球，人哋斬中，啲應對於個落點嘅應對又好，個判斷又好，全部人都係錯晒嘅，或者叫做就算老麥叫做一個頂得到嚇，都係即係個點都係搶唔到嘅，結果就俾人又頂入一球。上半場就輸呢兩球，我覺得上半場輸呢兩球咧，即係同個防守體系都唔算係算同個人嗰啲狀態，即係啲狀態，即係今場狀態差嘅，即係世界盃遲翻嚟嗰啲狀態差就梗㗎啦。泰利文斯啦、班奴啦，呢啲狀態差就好即係我算叫做正路啦嚇，合理啦嚇，佢哋遲翻嚟，但係即係阿老麥啊、阿蘇爾啊呢啲，即係操咗成個月嘅都仲係狀態咁差嘅話咧，我覺得佢哋係我擔心佢哋有少少係有啲下滑嘅情況。咁嘅情況之下咧就慘啦，曼聯。咁就真係個今季就真係非常之令人擔心同埋唔樂觀咁嘅情況之下，如果老麥同埋阿蘇爾個狀態一路 keep 住咁低迷嘅話咧，即係操成個月，佢哋季前賽佢哋冇參加世界盃，咁冇入到國家隊，7月份開始操到而家成個月個狀態仲係咁差嘅話咧，即係我真係有啲擔心啦。即係因為
好明顯冇可能去到即係轉會窗去到呢個 moment， 仲要攞錢出嚟買中衛同埋買左後衞。即係我覺得即係補得到個中場，補多個中場已經算好㗎啦。因為即係安地列山道士佢之前季前賽搭阿萬字嘅時候幾好嘅，但萬字傷咗之後 ，OK， 今場搭阿泰利文斯同上一場對 AC 米蘭一塌糊塗。即係唔知係泰利文斯嘅狀態差又好啊，定話佢同阿泰利文斯未夾都好。總之就上一場泰利文斯啊、安地列山道士同埋阿班奴咧，呢三個踢得好差，今場亦都係踢得好差。所以即係踢完今場之後咧，就曼聯嘅問題真係好多，真係唔知點搞。即係教練組有教練組問題，球員嘅狀態有球員狀態嘅問題。當然啦，咁轉會窗亦都得翻10幾。今日係23號、22號、23號，總會搶得翻9日10日，即係搞唔到太多嘢嘅，即係補到個中場已經算偷笑，我覺得。即係亦都錢方面亦都即係錢方面亦都冇可能再補咁多其他咩中後衞、左後衞，我覺得。所以我只可以寄望嘅就係，即係教練組可以進步咯。即係從上季開始應對3中堅球隊咁差嘅話，即係未來即係今個賽季可能好多球隊都會咁樣對曼聯嘅喎，即係下游嗰啲可能都踢3中堅嘅喎。咁你應對嘅時候，教練組可唔可以好啲咧？咁即係球員狀態差嗰啲，咁希望佢哋即係操翻多啲，即係就算入局慢都好，操翻好啲，真係啲狀態可以好啲啦。如果唔係真係多錢都唔夠使㗎，轉會窗即係個預算得咁多，轉會窗得個咁嘅時間，你冇可能即係好似即係話齋咩係咁掟錢落去，係咁買人，冇可能㗎嘛。咁所以即係球隊而家第一場踢出嚟問題真係好多。我作為球迷，我只可以即係希望即係先解決教練組自己應對3中堅，可唔可以有啲更好嘅方法？或者可以令教練組有啲進步，球員狀態就慢慢嚟，只可以咁講。即係冇辦法，即係如果曼聯就咁樣，即係亦都我個本人嚟講係唔多現實嘅，好似其他球迷嗌掟錢落去啦，買，冇可能噶嘛。呢個唔現實噶嘛，你冇可能即係買個人翻嚟就會即係起死回生，係冇可能嘅。只可以我就話只可以教練組進步，可以應對方面或者叫做谷球員狀態方面做得好啲咯，即係應到3中堅呢個對手嘅時候應對得好啲咯，只可以咁嘅啫。如果唔係短期內都解決唔到問題嘅喎，係咁買，即係你冇可能無了期買人噶嘛。OK， 今日咧就講到呢度。如果大家覺得小弟講嘅啱聽嘅話，就歡迎 CLS 小弟嘅頻道，多謝大家支持。